掩盖剧场嘅神秘面纱，行到戏棚下真实记录。我係吳一勇，一個好看戲劇嘅新聞主播。我能談論劇場人嘅腳步，對台灣到世界，對表演到內在靈魂。看到伊人嘅堅持同熱情，發現真有意思嘅幕後人生。各位外國人對台灣人過友善，生活過理片如印象過深。不過無論伊喜歡一個國家，會睇嘅上經驗當假使係哪一件事情咯。一對外國人來到台灣，還做劇場工作，又會發生用呢個故事呢？要不然我會拜訪一對日本編劇家，一對印度導演，會了解伊能對台灣用嚟發光發熱。我今日來到苗栗市，菜地有一對成功嘅10多年嚟嘅戲團。同時，伊能從拍人過睇拍到係印度同台灣客家嘅結合，今日來拜訪伊能，有黃色嘅門櫃明顯吼，偏冷眼一下。嗨，對呀，歡迎。你們的門好特別哦。快過你來。哦，所以平常也沒有鎖吼。沒有。太港我入來路常坐的，歡迎常看大門，歡迎大家。我們的劇團底下的哦，安迪派哦，剛剛你上去看下先。好啊，進來。EX 亞洲劇團係一對一直喺苗栗港園向輪國際發展嘅劇團，呢度嘅成員有對亞洲各地來嘅，因為希望作品是得回到傳統嘅劇場本質，韓國又是得同劇場嘅哲學思辨相續下去，用動態嘅角度去轉化展現出傳統表演嘅身體常識。EX 亞洲劇團嘅藝術總監 Janta 來自印度東北地區，故所以劇團嘅作品應該有異國的特色。所以第一次進來的感覺得很特別，因為那個黃色的門，如看到如剛剛講唔係一般民宅，同時因來如看到嗰度海報嘛，吼，如果你的作品啊，而且還要上到3樓，如果剛剛懂梯片呢，然後這邊再上去，這個我們稱為我們的，因為你知道一般人走到3樓有點喘，所以就讓他有一個對。那這個海報是EX 亞洲劇團，我們在2006年成立，然後這是在98年的時候參與苗栗縣傑出演藝團隊的成果匯演。要出路很難題出題嘛？哎呦！一龍有做功課啊，然後這個當然是比較前面的，他只有1000那種劇團的作品。哦，如總體片呢？吼，那因為劇團的導演是來自印度的，係啊，所以他前面的作品比較風格印度的寓言故事比較多一些。然後就是一路上來，就劇團在不同的年，然後這個是我們除了苗栗在地，我們也很多出國可以表演，然後也係去印度誒，也係去英國。咁我風格如屯配的戲團規模一樣。好啊，我們往裡面走，好，就會參觀一下。EX 亞洲劇團對2006年成立到今，上面向掛滿呢12年來嘅作品，同人規模相同又強烈的劇場風格，受到許多人嘅關心同注意。好的，這就是劇團嘅辦公室，再加排練場，再加演員。稀飯呢？係啊。剛剛做的修改一下人的空間嘛，也係排練場，平常是排練場，然後我們戲劇節的時候，它就會換身變成黑盒子，演出一個劇場。觀眾入去叫坐啊，比表演的。然後這個地方它比較特別的，就係講給演員排戲的時候，基本上他們就是住在這裡，所以這個門打開來就是他們住的職級宿舍，對，房間。這是男生的嗎？覺得東西很少。寫來下對世界主大呀，可以容納比較多人，對，大概8到10個人這樣子。因為可能大部分演員都沒菜體人，嘿，所以也每天往返也不太可能嘛，所以只能就是到苗栗山中修行的概念。不說你能如何來啊？2-3張眼吼，差不多，基本上大家都是2張眼起跳。
伊个作品爱练到做得表演，几条演员爱连轮辛苦排练廿整日。现在亚洲剧团睇苗栗，几道演员要单单爱对北坡下去，故所以剧团提拍提供协助本艺人来协，艺人都唔是碰上碰下。这边进来，还有个小空间。这个是导演的小房间。导演自己有自己的小房间，因为导演有打坐的习惯啊，然后就是他有时候想剧本或什么的，就会比较自嗨，有一个个人的空间。对印度来到台湾嘅詹塔，伊也按多年来多多嘅屯印度无论嘅进化，转化做一套无穷用嘅演员训练系统，伊屯也喊做本质剧场，按嚟现代剧场美就加韩国丰富。本质剧场强调舞蹈化嘅理念，同音乐性嘅基体，从事延伸同剧场嘅关系。每因为安尼，同样嘅训练方法玫瑰匹配，故所俺们忙一上而来好好体验一下。这边我们一进来就是真的有用心准备的，就是黑胶地板跟饮水机，是排练很重要的。所以演员已经到了，所以待会一龙要准备一下换装，体验一下。我们今天印度导演，对啊，他的暖身方式应该很特别，对不对？你待会就知道了。好，刚才去我上夫庭体验看啊。上夫温好诶，我等就唔得到来体验看啊，教他嘅训练方式。我那会有想到乜嘅爱我竟然系爱先做清洁工，爱米体奶哦。好，这样擦好了。好的。有暖身的感觉。这是一种的暖身。对，谢谢。也能讲，还没前开始的时间路，按你做米体奶，没表示对剧场的尊重。你讲来边来上班，如果戏没有诶，都差不多可以开始。先别说暖身，都说到爱皮身太寒呢，我想等下嘅练习，没怕会过硬门能得。以唱同一般剧场先暖身嘅概念无相同，因为呢暖身对开嘴来意思。这个是vowel，所谓演员要声音练习的这个vowel，所以我们会分开一个比较低音的、中音的跟比较高音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练低跟中，练这个暖身了以后，我们会身体的暖身这样子。这个是一种的，我们会常常我们要打坐，可以 mind concentration。所以这是跟印度的文化有关的。这个我们的yoga 里面都是有嘛，他们会做所以我们会打坐的时候还没有习惯的时候，我们会2分钟就会睡觉。所以一种的这个声音是一种的专心，所以你会练习声音，同一个时间我们会学习脑是专心的，所以这个一套我们会演员练习的时候什么可以，然后拿来运用。爱上没有穷用嘅情绪反应，爱想法同眼神如穷用按专心，没有按到演员两次勇敢起来。
等大家嘅身心如安顿好些，能开始来听同眼神，继续暖身。自细睇印度学传统舞蹈、武术同瑜伽有关嘅身体文化，将他同一套训练带到台湾考场来。我也都演员是在对睇人生有规律的听筒同评分当中，寻到可能还是得做到嘅培养。我以前有看过一个导演做戏，可能伊係印度人吼，故所伊嘅人生同人咧规模強樣，也把有機會呢同伊參加伊嘅。人生的训练啊，咁我講，確實佢有印度味哦，嗬，都係有用到別幾多瑜伽的動作。不過除了嘅柔軟度啊，講我還差幾多以外，真嘅我練，佢練唔單止係你嘅人生，還有我講我透氣呼吸這件事，其實都非常重要嘅。韓國寫到一講你嘅目睭嗬嘅肌肉嘅嗰種運用都係非常重要。我講我。好多幾多啊！幾多咩係平常時期也可以練呢？感覺佢有舒服。而且我覺得剛剛的那個暖身啊，對我就困難蠻大，因為很多瑜伽的動作，我偷看，為什麼你們男生筋骨都那麼軟啊？我很多都覺得啊，好痛苦啊，這樣就是覺得超硬的，就是。你之前也就是筋骨很軟的嘛，就是沒有，真的。那這個訓練帶給你的收穫是什麼？更認識自己身體吧，因為講他們可能會跟我說我手在亂晃，或者是我的肩膀都是緊的那樣，然後可是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跟了幾年之後，就是現在比較能夠去，我覺得還是沒有到都有辦法控制，可是就是可以控制東西比較多這樣。對。因談論將他引高引大，也到人人對人生係個真誠嘅探索當中，天天嘅尋到自家嘅節奏同抵達人生正經嘅需要，也所有嘅過程都係為到愛表演加個集訓本質。Improvisation is always happen when you are 進入一個狀態裡面。你們會狀態裡面的時候，這個狀態會給你下一個下去。這樣子，開始動作的時候，你會開始講故事了。我身體就卡住了，我要怎麼離開？我這樣子的，我會跑在哪裡？這樣子的做 ，more and more 的 image react to the image， then 你會一直不斷的可以。你如果真的想了解的話。按照人人為到愛去接新冠度所想嘅同人生數據當中嘅連結，一能個個題目共用嘅微數來吃來接。然後我們有那個熟面孔，對不對？對。上次拍轉校生也有看到你。那你跟賈讓他導演已經合作很多次了嗎？第二次。上次是那個《荒野之狼》是赫塞的文本，然後這一次。就是有一種換回印度，就是換回這個印度這個國家的感覺。就是我發現其實它有，比如它會讓我們先自己工作，就給我們空間發展。現在是比較就是這邊看到覺得，可以提點一下，然後點一下。那我覺得這個是蠻好，就是既知道說它的理念是它要去的，或是它要的美學是什麼，然後就會比較不會說走偏到另外一種形式，或是另外一種劇種風格。這是我的感覺。將他一方面愛也到人人是得自由發揮，以殺準時機又會來調整大家嘅動作，比做來韓國優秀啊！按你身體嘅表演，如為韓國教嘅多新冠度所想嘅。我看將他導演以工作嘅前面喎。都係人係真正非常用身體嘅，唔過唔係我想象嘅嘅應用身體，係我有兩個印象嘅程度係有一啲係，我有一啲意念，我有一啲想法，如唔更加係用咧，能做得出嘅動作，唔係嘅手啊腳啊眼神認同，如果做到唔想去做嘅，嘅意念先行啊，感覺
舒服过台，还有那位的系有讲过多讲，喺家庭发展一啲东西嘅时间，我上到平日，我有本地嘅空间，还个注意啲本其他嘅盘，因为更加提做嘛嘅，故说你就算提做起家，还系我有一啲团结嘅感觉，嘅随时那会过完整，我感觉啱嚟上半点钟，这个好多几多。做过印度同台湾两种无同样类型的剧场，让他们有深刻的观察同了解。有没有觉得就是文化的不同，跟你看待台湾表演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我会直接讲这样子我们是印度是我们会用这样去演测什么什么这个理论来介绍我的表演的话，大家会说对。传统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所以这样子的理论。可是我不会想这样子的。刚刚我会说的颜色，今天番茄是红色，所以我会吃的时候有一种的味道。如果一模一样的番茄，黄色的时候那个味道不一样。真的味道不一样吗？我们很难说。可是颜色不一样，所以我的脑袋里面我们觉得这个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印度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人的 sensitivity。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的国家注意到这个 sense 跟我们的脑跟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会分这个些文化的背景，我们就是我们的 how sensitive we are。所以我的戏里面我可以用这种的颜色来 apply 的一些。可是有可能我的背景跟你有关系吧。除喺表演同作品嘅看法以外，对台湾同印度嘅劇場，伊感覺印象清楚咩？定都係劇場行業同人較老嘅差別。在印度的工作方式跟在台湾会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我的反应跟我的说法是代表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会，你的国家里面你随便做就 OK， 可是你会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责任感，这个责任是我觉得还是会提醒自己。那个以外，台湾的我们的工作的合作，就每个人都很蛮，我觉得很蛮，好就是 education 的 background， 讲话是很蛮有礼貌的讲话的 ，very respect each other。印度的时候，我们的比较阶级好，我的身份可以放比较高，我可以骂，我可以做。其实我会做，他们进来，他们一定会放我的脚，要行礼就对了。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说，你是干嘛？下一次他没有机会演戏了。就是他们生活的礼节，在剧场里面，可能不见得完全是阶级，就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尽管在排戏里面，它也是不能被省略的。我觉得 not bad 是不好，不是不好的。如果今天我要求你要做这个，那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是不对的。如果他愿意给一个 respect to the others，这个是好的。今天我的小孩们，他 respect to the 长辈，这是一个好的。所以可是长辈他一直做，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个是一种的 forceful。所以如果没有 forceful 的状况，愿意给一个长辈一个 respect，是我觉得好的一个传统，这个是保留是很的。相互当中无共用，对于另外一只角度来讲，咪係一種貴爭到嘅文化衝擊。另外同將他長期合作嘅幾條演員，對同將他共合作時，有感覺有哪條神奇嘅素材呢？那導演是什麼樣的人？你覺得？其實我的使命可以講是不壞話。導演剛剛已經，導演會不會用那個 strong 的眼神？我是覺得導演給的一些觀察的點，都是他提出來會跟我們說的，基本上都是客套一點，就是會希望我們比較好一點。那不客套一點，是不是？你看他在笑。就是會碎碎念。會嗎？導演有聽到嗎？會念一下，對。但是其實出發點是說，比如說像有一些細節上的東西，可能我們會平常不小心沒注意到，那他會提醒我們。然後在表演上面的話，我是覺得那個他的想法這一塊，我現在目前是蠻認同的，就是關於身體跟心靈的哪一個為主這件事情。然後我自己覺得我蠻喜歡這個理論的切入的點，這樣子。它是要求很精準的，
然后动作很干净，然后有时候会用京剧来譬喻，就是因为京剧它动作都是很凝练，有固定的什么什么。那Jonathan是希望我们的动作是很凝练，然后不要有多余不必要的东西，然后要很精准的到位。然后他常常就有脑袋就已经想好该怎么走怎么做，然后常常会下去示范。所以你看，你这种碎碎念在家又很要求精准度，马上可以猜出他是什么星座的。所以是处女座的。对，完美处女座的你。彼岸嘅快樂名利同將他嘅有錢有主多，因為兩公婆全無相同嘅性格，又本愛鬼深嘅印象。故所愛嘅天愛去因嘅錄卡拜訪，來看下也對跨國劇場公婆嘅真實生活。許多將他嘅台版哦，還作為印度美食來款待人呢。導演拉茶要很多不同的材料嗎？对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從原本的樣子變拉茶，好好奇哦！你現在要做什麼？我正在是，对，这个是一个拉茶，跟一个我们的一个印度的我们会说 kheer 是一个甜点，那个米煮的一个牛奶跟那个米跟一起煮的。哦，所以我觉得两个同样的时间。所以你本來就很常吃嗎？這兩樣東西之前在印度，所以我特別帶來是為了常常我會煮。我覺得我很小，我的媽媽是差不多我8歲的時候過世了，所以3個兄弟，所以我爸爸會工作是別的地方，所以他一個月來回差不多2至3天，所以我們3個兄弟輪流要煮啊，所以煮飯是我覺得還蠻享受的。哦，真的。家鄉嘅食物勾喚起將他嘅記憶。除係呀，我們對料理當中有到細細嘅蔬菜，發現到將他一時百刻如果專心注意身體情形嘅營養本質。而且印度很有名就是紅茶，對不對？阿薩姆的茶。阿薩姆的。我會吃一點點醬一些。茶其實我們不是為了好喝，有的時候幫助那個喉嚨啊什麼的，所以我們還是會放一點點那個醬。要對身體好，不只是喝而已。對。將他除係伊的土壤以外，人才伊咪係伊的養養，故所以就算回到日常生活，伊咪冇聽表係愛維持自家嘅養生狀態。茶的湯匙要用哪一個？小的、大的種。這顏色夠了吧？他們可能喝濃一點跟甜一點點吧。不用那麼甜。你們一起工作幾年？一起工作過。2001年的時候，我們去新加坡念那個劇場訓練與研究計劃，是郭寶坤老師創了一個學校。然後我們是第一屆的學生，就我們算是第一屆的同班同學。第一次合作是2005年，對嗎？天之眼社，邀請。就是我那時候從學校畢業了，然後他們想要做一個製作，邀請我回去做獨角戲。可是那時候我已經做了2個獨角戲了，我就想說可以找我的同學一起來，然後就邀請他來台灣，一起創作。然後那時候是導演第一次來台灣嗎？對。所以那個作品後來我才發現，有時候跨文化的作品很容易會因為太客氣或妥協，就那個東西變成不上不下，就是會有一種定位很模糊的一個狀況。所以那一次之後，我們有一個經驗，覺得說就是要去碰撞，你的想法是什麼，你得要把它丟出來，然後再去討論，找到一個平衡的東西，找到一個連結2個人都覺得可以做的一個共通性的。這也是就是 ES 亞洲劇團。後來我們在作品裡面，其實我們尋找的是一種比較是亞洲身體，就是這個身體有可能是在各個亞洲國家的人的身上都會有的一個共同特質。所以是那一個作品之後，你們發現，可能2人之間還有別的嗎？我們新加坡一起那個念書的時候，我們會認識那邊會有我們的一個關係。所以開始說，你不要講關係，在台灣講關係很敏感，那種雙關語就談戀愛了，好不好？你不要害我。所以在01年新加坡的時候就真的就是那種異國戀曲，就是有感覺
觉，但是因为那时候不会，第一个是2个人没有想过要结婚这件事情，然后也觉得说在学校不过就是3年嘛，然后3年结束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子。但是后来毕业之后，我们2个同时受不同的单位邀请，然后又到了日本去演出。对，然后那一次才比较开始在思考说，就是未来可能会成家的可能性这样子。那时候有讨论是你去印度还是导演来台湾？2个都很怕，那个是他怕住印度，我很怕住台湾。不过我没有经过，我不知道这边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刚刚好那个的时候，2005的时候，禁止要求的时候，机会试试看。说一下先了解一下国际的这样子，我会看到台湾不是一种的，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观众的那个接受还蛮开放的，所以我觉得试试看，我可以 try 我的想法的这样可能性，所以我会说2年回来这边2年试试看台湾可不可以做剧场，说2年，应该是说我们思考点是在哪里可以做剧场，我们选哪里？那时候其实也考虑过第3个国家，或者是回到新加坡。后来觉得说，好像那个连结，如果我们要做剧场的话，好像也是要一个团，就是组一个剧团。将他屯批案除喺國新無共樣，新嘅無相同，按無共樣嘅2-3年，本但應該係唔會相度頭能錯。唔過而能因為表演來熟悉，因為劇場嘅天嘅攻破，而能讓攻破細盲探索劇場嘅各種可能，希望來為台灣嘅表演藝術加入新嘅能量。將他因為愛留體猛烈，喺台灣嘅另外一片台北，沒有一代日本編劇家演講翻譯科技，而強用咩係套台灣人蒼雲山來做假嘅，故所以最尾嘅天留喺台灣。長期喺台灣嘅日本編劇家柯志，無論喺流行音樂界，也係表演藝術界旅遊也作品，也按當年以限喺各隻劇團做音樂總監，喺台灣嘅舞台上創造出幾多幾好聽又幾受人歡迎嘅旋律。今年柯志團高途合作嘅音樂劇《真愛啦娜娜愛練習》，我哋向下嚟拜訪伊。嗨，柯志老師，不好意思打擾。不會。你這次你們在排練是《吻我吧娜娜》，對不對？是的。這是你做的第1出音樂劇日嗎？作曲是3月生作曲。對，編的是第1出。對，是的。那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演的？沒有記錯的話，1999年的8月。好久了。好久了。哇，那你還記得第1次做音樂劇的感覺嗎？因為之前做的都是有流行音樂為主嘛，對，所以歌舞劇的話有演戲，又有舞蹈，然後有歌也是裡面有故事嘛，就男生唱女生唱，然後就結論是什麼，所以這個音樂的結果呢都有蠻新鮮的，蠻不一樣的。我有一出歌舞劇，記錄聽出我有音樂。20年前張醫生創作嘅《真愛啦娜娜》第2位歌曲，佢當年負責編曲嘅都係柯志。那小珍需要提早換吉他嗎？對，就我可能就是彈少一點，然後我再找時間換。沒關係，你不彈的時候我帶吉他。好。那我可能在2房那邊就大概57小節，我開始就慢慢就不彈了。其實53老師就可以也可以彈。53就夠嗎？
对啊，就是这样比较不会怪，因为它已经是第2次了。OK。過去20年，金愛蘭娜娜又在個大舞台上表演。面對演出有懷念又有感情的作品，科技咪要求行行都愛做到1等1，對音樂調整到最好。那20年後要重新再演是什麼感覺？当然有很兴奋啦，然后偷偷告诉你，我20年前看不懂这个剧本。哦，那个时候中文是很烂。前几个月就有拿到剧本，然后就翻一下，就现在我可以看得懂了，都看得懂哇！然后所以音乐的部分也是如果这样子的剧本的话，我可以这样子修改啦。哦，所以会有不同的感觉。有大部分是有维修。哦，就是还有在修的。对。可是一开始张雨生做的就是摇滚的精神是留下来的。但是你有做一些修改。对，更好玩。更好玩。对。结婚了，结婚了，有人要倒霉了。结婚了，结婚了，有人要倒霉了。相爱并不稀奇，两人各演一出戏才稀奇。你为什么会走编曲？其实小时候是我不知道编曲跟作曲的差别是什么。不过后来我在大学就专心学的是一个作曲的，还有编曲的。那编曲是你也要了解很多乐器，跟很广泛的音乐的风格，比方说有一个南美的音乐啦、爵士音乐啦，突然有也许古典的风格啦、合唱团啦、打击乐啦，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需要的是很广泛的音乐的。有听过，然后知道怎么做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2件事情我都有自己有兴趣，所以就一点都不痛苦的。然后编曲是，其实人家已经有一个骨架出来，对不对？对，这个部分是作曲家目前是当然有主旋律，那还有作词，这个2个就还蛮主要的东西。那流行音乐的编曲来为例子的话，我要把它变成大概3分半到5分钟以内的音乐。就这个主旋律，可能2遍就2分钟，可是我要somehow把它变成4分钟差不多的，不然的话太短也不行，太长也不行。所以就我有第一个是要足够的时间。那怎么样能够这个旋律？就这个4分钟不让人家有讨厌，第1遍、第2遍就改变，也许这个部分是编曲的有趣跟自由很大的自由的部分。我现在接的编曲有2种，一个是外面买到的 CD 的那个声音，另外一个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样饼，所以就真的。到时候，比方说文物banana也好，或者是画或者音乐会也好，我做的是一个样饼。比方说灯光的人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颜色好，或者是舞者编舞家是什么时候有开始舞蹈怎么样的舞蹈，这个是可以设计的。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样饼给他，到时候是我们有真正的乐手来演奏。日本编曲大师留喺台灣，除係台灣嘅創作氣氛以自由，還有一啲國泰嘅原因，係因為伊嘅家嘅蒼雲山都係台灣人，因為2公婆都係表演藝術界嘅工作者。可知係編曲家，伊嘅家嘅蒼雲山係一啲桃園，一開始冇乜嘅交叉嘅2-3年，才因為有高頭劇場嘅牽線，就有為連連沙沙嘅緣分。所以寇吉老師來台灣不久就認識詠珊了，大概5年吧。你們怎麼會相遇的呢？相遇是因為果陀劇場，因為那時候我在果陀劇場工作，然後那寇吉那時候跟那個張雨生一起做《吻我吧娜娜》。那還記得見到對方的第一個印象是什麼嗎？其實我一開始對寇吉比較沒有印象，原因是我真的是比較那時候做行政的工作。那個時候只覺得對他有印象，反而是電話。喂，我是寇吉，
的时候就知道是他，所以对他的印象是这样子而已。哦，然后那时候他是在沃巴娜那里面是乐手嘛 ，keyboard 手，所以就觉得啊，蛮厉害这样子。那寇吉呢？我当然有印象啦。是什么印象？当然，还蛮可爱的。现在教他讲很难哦。那后来比较熟之后呢，觉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后来因为我们有一部戏也是国多剧场的东方摇滚仲夏夜的时候她也是其中一个女主角，所以就其实一直可以工作嘛，以前是新建，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接触的机会，可是后来就一起演戏，那个时候是更有接触。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不会讲国语，所以他会讲英文，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沟通，应该说愿意讲英文吧，就是至少敢讲这样子。那那时候觉得珊珊是什么样的人？当然可爱啊，可爱很重要哈。唔算長嘅天花緣分，擴展到現實生活度向相互做伴。現在2-3年又滋補又相像，故所以科技嘅中文天天呢引來引學。唔過咪因為安尼，滅出真多真好笑嘅事情。後來大部分的國語是從他來學的。所以現在還兼中文老師。可是呢，有時候是不好。怎麼不好？因為呢，我們有養一隻狗，然後就散步回來嘛，洗腳腳啦，洗手手啦，所以我以為這個是手手，腳腳。所以呢，我有大學教課的時候，好，來你的手手拿出來，大家覺得很驚嚇，是不是？會發現是因為有一次我們開會，還蠻嚴肅的。然後那時候他就忽然間講一件什麼事情，然後他就講手手，然後我就覺得有點奇怪，所以後來就開完會以後，我就問他說：“這個叫什麼？”他就說：“手手。”就是其實你只要講一個手就好。他說：“為什麼？”我說：“你講手手是那種跟小朋友啦，會別人覺得你怪怪的。”他說：“完了，他說我已經講過很多次手手了。”現在因為花兒滅出櫃台陀螺燒烤嘅科技，都也蠻唔但搶做得貴優美地用中文來溝通，甚至除係舞台劇以外，科技還只能用台灣傳統音樂嘅曲風來同台灣國樂團、韓國九天民俗技藝團共下合作，來挑戰台灣最彩鐵嘅二次民樂。幫幫棍猛熱用頭嘅歌聲，看起來個唱又調和又平凡。不過其實頭下嘛，讓編曲家下，科技沒有讀到的為難題。最大的問題，酒店的鼓好大聲，實在是好大聲，好大聲。雖然我們有60個人的鼓樂團，可是還是比不上的大聲。所以我有寫的時候最困難的部分就是這個音量怎麼樣？所以我寫的方法是就盡量國樂團的部分是就最大聲的方法，然後酒店的部分是讓他們發揮。特別我有一段是右手打左手打什麼都有寫，他們真的有學起來。你還有寫標注？對，左邊右邊那麼清楚？對，都有寫的。因為這樣子打的話都可以打得出來，蠻有趣的。其
其实曲子都会重复的地方，但是你要让人家听得出重复，又不觉得对，怎么又有一次？对，怎么又一次？哎，对耶。还有一个这个主旋律的这个故事，这个词的内容，这个故事怎么样的让前面有大概20秒、30秒的前奏的时候，引导。对，接下来是我有唱失恋的歌，那就是要不要这个引导这个感觉，或者说开心的歌的话，就开心的样子就出来。对，这个是怎么引导的？这个 introduction 的部分是也许编曲家的最有可以发挥的地方。对耶，小蜜蜂是蛮挑战的一个这个是几年前有一位编舞家，他有一个舞团，因为他这部舞蹈的名字叫做《一窝蜂》。这个编舞家吴敬涛，他的舞团的音乐都是我做的。然后合作，我认识已经有10几年的老朋友的，蛮好的。然后所以就他的舞团要做一窝蜂，有一点像讽刺台湾有很多东西就一下子就一窝蜂的这个现象。所以就他有选，他希望就是这个小蜜蜂的主题。这样子的这个 melody，对，然后有个4大段，那这个4大段能不能第一段是这个3个音就可以做一首吗？然后第2段就这个3个音就可不可以做第2段？第3段，然后这样子的就分开来，能不能做舞蹈的音乐？哇，这个是还蛮对啊，而且这个不像流行音乐啊，是，它就给你一个概念，你就要做出来。引起挑战无同样类型的音乐，古所科技不是如充满热情。编曲家唔是讲对乐器爱制作嘅多以外，还天初会考虑到表演嘅效果，也咪就本来了解到编曲嘅世界当真比爱本单想象嘅韩国起。所以你的选择就会那个编曲感觉很复杂就是它不只是曲而已，你选乐器，甚至乐器摆哪，你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对，摆的位置，然后谁是走到哪里到哪里。对所以你连那个画图也写，走位那些走位也都写。然后第几小节的时候，这个乐器的人是走到这里，然后走过去的中间有一个风铃。走的时候呢，就随便拉一下，这样子。不过这个是都是有五线谱就表达，所以他们就看得出。五线谱对，五线谱里面全部写的，蛮有趣吧？对，编曲唔但唱到编曲听，虽然平常时用五线谱路完全表达得出想法，不过尝试嘅还系爱自家来调整。如从一摆科技同注重轻大嘅乐团嘅合作，一路面对面同佢哋乐手先生来沟通。那他们2个人 ，percussion， 对，我还没有想清楚，不过，好，来，我们把它打直，就他们2个一条线。没有，打击乐段是不像那种交响乐段一定的位置，所以呢，这个位置也是还蛮自由的。那因为这一次整场的音乐来看的话，世界上比较有左右很宽的，所以呢，这首是特别有2位老师的 solo 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位置稍微突出来，会不会好玩？调整乐器嘅位嘅演出入围韩国期，虽然也并唔系编曲家一定重要嘅条路，不过科技还系详细又用心嘅关心每一只演出嘅部分。主要的是你们演奏，然后就加一点点的，好像有舞蹈也有，这样就够了。有杂音出现。对，打击乐的这个组合跟交响乐段就完全不一样。就看就知道这么多乐器，我们可以组合起来，然后
老师们是好厉害，都可以演奏，所以我可以怎么样的组合都可以就写起来这样子的。睇下嘅上嘅魔法地图，表现嘅方式千变万化。韩国重要嘅係，就算唱一種樂器，打法無共樣，如果有無共樣嘅風格，故所以也咪係做乜嘅科技愛一地去確認同溝通。其实我们有乐谱可以表达的内容有限，还是有面对面，特别鼓的声音，其实差异还蛮大手鼓也好，大小也不一样，怎么打都音色就不一样，所以就一个一个跟老师就确定一下，确定哪一个乐器好。比方例如一开始有要一个 shake， 可是就上一次的排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好听。可是今天大家已经有开始熟了，就音乐大声的时候，这个 shake 就听不太清楚，所以就换一样这样子。喺無相同嘅音樂當中自由發揮，科技會享受嘅同分享嘅溝通。人才冇背景，但是一個人來到台灣嘅伊，自從唔是想過自家會留喺台灣安長久。可是你也很大膽，對不對？就是語言不通到一個異鄉，而且其實你那個工作不是說我只要自己做就好，你那個是團體工作，那不會遇到很多挫折感嗎？幸運的是還是有音樂，是就超越這個語言的部分吧。所以透過這個音樂就還蠻有覺得還是很多交流對溝通的地方，對，就是文化上面其實有蠻多可以相通的地方。對。所以你在來到台灣的時候，應該當初沒有想過說我就會一直在台灣吧？一開始是真的有試試看，因為來的時候是25歲左右，那算是我自己覺得蠻年輕的，所以就我可以試試幹2-3年。那萬一30歲以前就不行，就算了，就回日本再找工作吧。可是沒想到就到現在就幸運的，而且還遇到另一半。因為伊個機會來到台灣嘅科技，伊冇想過要回到日本去，因為伊已經同台灣轉做伊自家嘅綠卡。佢慢慢地睇到你講完嘅講塔，是係想要同印度、韓國、台灣嘅元素融合融下，簽出亞洲一定同人冇相同嘅舞台語言。無論係科技也係講塔，對於人來講，台灣一隻嘅都係千定正嘅舞台。